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呢你？哦，奶奶，今天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员工，说了一些我不太喜欢听的话，但是我后来细想了一下，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而且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我把她提升为我的特别助理。像这样有能力的人呐，是得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。咱们公司现在啊，要多多培养人才。我知道。看来真的是来者不善啊，这么快就引起顾西城的注意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干嘛拉我来这里？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不自觉就开到这儿了。琉璃，你现在在盛隆集团工作？对呀，我现在是顾西城的特助。他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啊，结婚是可以离婚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手呢？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，现在放手，我对得起我自己吗？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。我走了。哦，还有，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琉璃，这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。最后一次。来啊，一起玩。哎，西城，我想问一下，公司最近招人吗？公司刚刚招完一批新人，最近没什么招聘计划，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是天天在家里待着，觉得特别的无聊。无聊？你会无聊啊？当然了，我每天在家里待着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好。我在想，如果公司招人的话呢，我可以去给你打工啊。按道理说呢，公司刚刚招完一批人，没什么招聘计划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特殊待遇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是总裁夫人，你有这个权利。那我是不是明天就可以上班啊？